望出去可以睇到我一個成個小區空中花園嘅景觀啊，係咪非常之爽水嘅木？前面最遠啲嘅話可以睇到個山景啊，不過係一線山景，只有一個線。呢個客廳有19.4平方嘅面積啊，業主擺翻一個6人位嘅梳化，足夠你坐低啊，一家人啊，其樂融融嘅呢度睇電視。不過咧，電視就細部咗啲啦，到時候咧自己買翻一個65寸嘅70寸嘅電視，2000零蚊啊，睇牌子咯啊。如果靚啲嘅話，幾千蚊都有啊，睇你自己嘅要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邊度有筍盤，邊度就有阿俊。阿俊咧今日嚟到11人灘3期海悅灣明星小區，帶大家睇翻一套84平方嘅3房2廳1衛嘅單位，可以達到一個靚包入住狀態啊！成間單位咧冇死角嘅睇花園，所以咧非常之好，環境都非常之好啊！海悅灣呢個小區咧綠化率高達35%，就係咧你平時食完飯都可以落嚟散步啊！呼吸下新鮮空氣啊！泳池咧當然係帶埋噶啦，有個泳池啊！成個小區有3個小門，呢邊南門嘅話可以到達我一個沙灘綠道啊！10.8公里沙灘綠道，15分鐘可以步行到我嘅沙灘，10分鐘可以步行到我哋嘅商業街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而家我哋去睇下呢個單位究竟有咩料到。Hello， 而家阿俊咧嚟到呢個單位嘅樓上啦，而家嘅樓層係6樓，總層高係30樓，3梯8戶嘅一種單位。我企喺陽台面積足足有6個平方嘅面積。呢邊嘅話，業主擺翻一個洗衣機，不過咧洗衣機移翻嚟呢度，呢度有足個空間，可以你自己做埋一個洗手盆啊！呢邊可以做個洗手盆嘅。通過陽台望出去，可以睇到我一個成個小區空中花園嘅景觀啊，係咪非常之爽水嘅木？前面最遠啲嘅話可以睇到個山景啊，不過係一線山景，只有一個線。上面陽台嘅牆皮唔會甩，唔會發霉啊，唔會漏水，靚仔啊！業主幫你做埋2條晾衫架，不鏽鋼嘅。睇翻嚟客廳嘅情況啦，客餐一體呢個客廳有19.4平方嘅面積啊！業主擺翻一個6人位嘅梳化，足夠你坐低啊，一家人啊，其樂融融嘅呢度睇電視。不過咧，電視就細部咗啲啦，到時候咧自己買翻一個65寸嘅70寸嘅電視，2000零蚊啊，睇牌子咯啊！如果靚啲嘅話，幾千蚊都有啊，睇你自己嘅要求。業主擺翻一個空調都係大髀嚟嘅，84平方3房2廳1衛南北對流嘅戶型，呢個空調有啲多餘啦，就係平時嘅話都係可以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好通風嘅。空調唔使開都可以啦。餐廳呢個位置嘅話，業主擺咗個4人位嘅位置啊，不過咧都係足夠用噶啦，4人位嘅位置。可以睇到業主咧非常之愛惜呢個單位，呢邊都貼埋一個泡沫嘅牆皮啦，啊泡沫嘅。入嚟啦，呢邊嘅話咧係一個御戶花園，一入嚟要御戶花園。不過呢個單位業主咧，都係冇咩布置佢咧，你可以點做咧？業主只係擺咗一個簡單嘅鞋櫃，到時候咧你可以定置翻一個鞋櫃咁大嘅，就係可以放低好多阿嫂嘅高跟鞋啊、波鞋啊、包包啊，咩都可以放呢度先嘅。業主嘅話呢邊係做埋一個窗戶啦，花到3500蚊做埋一個窗戶，都係同樣做埋一個防蚊紗窗網嘅。就係灰塵嘅話咧，唔會入嚟咯，唔使點打掃呢邊咯嚇，可以睇到冇咩灰塵噶啦。同樣係燃氣浴戶，呢邊係我哋個熱水爐嘅位置。好啦，阿嫂咧買完海鮮大餐蔬菜3個翻嚟放喺呢度洗，洗完之後咧打翻呢個窗戶，形成一個通風嘅效果，採光面都係有嘅，太陽都可以曬入嚟嘅。呢邊可以做翻一個消毒櫃、洗碗機都可以做翻呢個挖個窿就可以啦。櫃嘅都係足夠嘅，呢邊就3個櫃，呢邊2個，呢邊就2個，有7個櫃。上面嘅話總有2個櫃，不過呢邊係我一個抽油煙機嘅
面積嚟嘅。呢個美的嘅抽油煙機開發商送貨俾你嘅，可以睇到業主做法唔超過10次啊，非常之深啊，辣深啊，燃氣照都可以幫你做好啦，到時候呢度煮餸呢度煲湯非常之 OK 啊。好啦，而家我哋睇翻房間主卧呢個位置啦，哇，儀式感好足啊！一個超大嘅落地窗可以睇到我哋個小區嘅花園景觀。呢邊係朝東南面嘅，睇到冇？呢個景觀你中唔中意啊？樓層高嘅話就睇樓啦，樓層低啲嘅話就可以睇到我哋個空中花園啦。呢邊嘅話足夠擺低我哋一個1.8米嘅大床啊，足夠大嘅，都可以咁樣擺啊。床頭嘅話擺呢邊啊，床尾擺呢邊都係可以嘅。呢邊係擺一個衣櫃嘅位置，不過業主簡單嘅放咗2個儲物櫃，到時候你自己可以買翻呢個大衣櫃擺喺呢度。空調同樣都係帶埋啦，帶埋空調。不過咧燈泡咧簡單咗啲，就係業主就係真係冇咩住嘅，到時候咧你自己換翻一個百零蚊嘅燈都可以噶，而家好平嘅啦，好精緻噶啦。好，睇完主卧睇次卧啦。次卧嘅話係6.5平方嘅面積啦，呢邊嘅話可以擺翻一個上下床啊。業主咧喺做咗一個雜物間嘅。呢部電視咧睇價錢咯，如果業主開心嘅話都係會送嘅啦，不過睇業主啊。空調嘅話咧都係帶埋嘅，呢邊帶埋個空調嘅。呢個次卧嘅話係一個朝南向嘅。朝南向同樣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小區花園啦。朝南向就係早上到下晝2點鐘左右都可以受到太陽嘅，不過而家係5點啦。好啦，三房嘅話係一個間室分離嘅單位，到頂嘅話有2米高啊，呢個層高有2米嘅，呢邊足夠企低2個我啦。窗戶咧都係帶埋嘅，帶埋個窗戶。360度冇死角啊！洗手間都可以睇花園啦。呢邊嘅話，鏡啊、櫃啊、馬桶啊，係開發商嘅交流標準啦，質量都係唔錯嘅。睇翻個頂啦，呢個頂嘅話都係一個9.99升嘅狀態啦，非常靚仔。呢個係第2個次卧啦，呢個次卧嘅話有6.8平方嘅面積啊。同樣可以睇到我哋小區花園，業主擺翻一個1.5米嘅大床，不過呢個質素仲可以啊，實木嘅，呢個質素可以實木嘅。空調同樣幫你帶埋啦，應該係進口貨，我睇唔出咩牌子，應該係進口貨嚟嘅。衣櫃咧都係幫你帶埋啦，帶埋個衣櫃，不過有少少老款，你家私有少少老款，到時候咧自己重新買翻你中意嘅家私啦。成屋嘅牆面嘅話，保持深度都可以啦。業主冇咩住，深度可以，唔會漏水，唔會甩皮。真係坐喺我哋客廳都可以睇到我哋小區外面嘅花園。雖然咧樓層唔係幾高啊，都唔可以話低。有呢種景觀，有呢種南北對流嘅3房2廳1衛，我覺得都唔錯咯。最主要係價錢唔錯。總價只需要33.8萬，就可以攞到一套拎包入住嘅3房啦。可以話呢個小區咧生活咧都非常之方便啦。門口咧就可以有我哋嘅交通巴士可以上車落車，從東門行出去200米就到達我哋一個亞婆嘅中心市場啦。所以生活配套都係非常之好啦。好啦。介紹完呢個單位咧，如果感興趣嘅話，可以掃描上方嘅二維碼，通過 WhatsApp 或者微信私信阿俊，阿俊咧會24小時最先第一時間發成屋嘅資料俾你睇下，視頻圖片啦。呢個單位係冇欠款嘅，隨時可以過戶。有興趣私信阿俊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